死法村长都记得，大部分啦。因为这部电影有多少人抗拒镭射矫正手術？很抗拒啊，抗拒不想上廁所，唔敢煲水，唔敢沖涼，唔敢整意大利麵，唔敢自己煮，唔敢搭過山車，不敢坐飛機，不敢坐過山車，不敢坐車，什麼東西都不敢啊！看完之後。有冇人有睇過？有冇人冇睇過啊？有冇人係冇睇過㗎？有沒有人是沒有看過《絕命終結戰》跟這個死神來了？死神來了，有冇人係有冇人係冇睇過？主角有本死法分析秘笈，咁高手，晚問 AI 點樣對抗死神啊？太陽燈好癲，睇過幾集。這個我會去看，